一年肚腹无主意，三煞肚腹唱出戏。一年肚腹无主意，三煞肚腹唱出戏。哎呀，那么安尼咯，真係伤脑筋呢。用乜嘅事情本按手哩？上禮拜學校有舉辦客家神話創意比賽，暗地去做乜嘅呢？唔是噻，唔係係有好朋友，比賽老友誼係，唔去參加咗來聽書啊！客家樂古年有個，一年肚腹無主意，三煞肚腹唱出戲。呀哈，你再來講一遍。哦。一年肚腹無主意，三煞肚腹唱出戲。